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受看基本语复习类咧，哇，基本爱吼心情有一些些好，啊，有一些些激动。原因讲咧，基本爱咧小解一本解杏树，两本杏树解作杂咧系一解，当后生解客家人，温室小豆非常解好。做埋講有些些歡喜咧，我要啟動個哇！你按當眼來吼，你慢慢發覺，其實你度呢個客家地圖要當到哇，當為寫詩寫文章嘅客家人，也表示講地圖係要當到你客家嘅故事、客家嘅文化、你客家生活嘅很分節讀地圖，所以今日來邀請你今日來賓係兩本書嘅作者范日新分享。大家好，我係范日新，我係個作家。今年拄好我出一本書，到倒退走在余晖里。今年我动分析的两本书来做两篇，然后大家做分享。耶，分享吼，其實係個款式啲吼，當後生界一個後生界作家，係苗栗南中人。嘿，我係苗栗南中人。我兩下帶到突然嘅新部，就是高鐵車站嗰片。對，高鐵車站。你一直都住在那邊，一直都讀帶到該片。哦，對，我從小就是桃園人。哦，所以你客家話也是就係同爸爸媽媽講，然後阿婆講，就是全有但講模糊。講模，我後生已經講模糊，唔過做啲練習，然後慢慢的練習，已經是一件動態的鼓勵嘅事情咧。什麼？我有努力再多練習。很棒，好，今日當翻譯昨天繞牆呢度兩篇，最重要嘅事情係，我大家都分享兩本嘅新書吼。特別我係講昨天有機會有緣分昨天訪問一本書嘅作家嘅時間，聽出來發時間嗰兩本書來看睇。不過基本上了然之前，我就先跟他自首，先落去排寫，因為兩本書吼。冇看睇，所以是看到一些些聽，所以我基本訪問現在起都有一些些興趣。可是我必須要講的事情是，我覺得閱讀文字這件事情有時候是很個人的、很主觀的，動感應該重主觀的。遇到你講這本書好好看，可是你看了，那不一定吻合你的氣味。我的感覺是這樣，所以兩本書我雖然是投一些些，不過我必須講我個人的感覺是，我覺得異性感溫史我閱讀起來，我自己覺得我很好入口，這是我的感覺，我自己對，雖然我沒有讀完很多，你很愛講過題你，我覺得在他的文字裡面，我覺得我蠻容易在裡面找到共鳴，還好容易就地讀的輕度共鳴，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現在講一下哈，講的有點多，但我不愛講一下。所以兩本書呢，其實去年也得到了這個鍾肇政文學獎的小說散文，然後評審獎，對不對？是。雖然說這個是一個外界世俗的這個肯定哈，我們國家的肯定非常太重要哈。所以先來講一下，我們先，你要不要先簡單哦，大家來少改一下兩本書。這本書呢，它算是集結了我這5-6年來的很多對於一些生活小事的觀察。那它是一本散文集。裡面有很多我個人的或者我的家人朋友的一些小事情，那甚至是有一些看起來很無聊的小事，就我可能只是寫了昨天發生什麼事，或者家裡煮菜的事情，或者跟爸媽聊天的事情，但是這些事情都是我覺得生活裡蠻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把它寫下來跟大家做分享。可是你不覺得這就是最難的事情嗎？對，你要把生活裡面看起來很淡的東西，如果你有寫到文字本大家都了解，有會感同意，這才是最難的事情。對，就是跟表演一樣啊，上去表演時間，你要表演那個很激烈的，你夠乖，有沒有很激烈？但是如果你要表演那種很內斂的表演，它其實那是另外一種功力，對不對？好，我的感覺是這樣啦。所以好，寫到大家的分享兩本書，都建議大家來看，你做啲讀到。你很容易有共鳴的東西，而且會進入到你的心裡，很多人應該信讀，所以是這5-6年，對不對？對，累積下來，現在才出書。所以講一下你為什麼會開始寫作，然後這是你的第一本書，然後你應該第一本書，總咪有機會會接聽，我要成為第一本書出書的那個人，對不對？先說為什麼會寫作，那就是因為我從小是比較害羞內向，不太會跟人交際，所以就都用寫的。
用写的对我来说比较舒适，就是像现在在这边要讲话，其实我很紧张，对，所以从小就习惯用写的。那这些东西写久了之后呢，那就发现其实文字是有力量的。对，以及自己也大量阅读，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大量阅读之后，会发现哇，我读了这个东西，怎么觉得可能很感动、很生气，就发现文字真的是有力量，它可以去影响别人的情绪，影响别人的心，甚至影响别人的未来。所以就开始觉得，那我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它可能也可以有一天变成一个也可以影响别人的内容。所以就一直持续的在写作。那到了这几年，就易丽姐刚刚也有分享到，刚好这几年有幸运拿到了一些奖项，那也有机会被每年选入年度散文选，那选了好几篇，因此刚好跟出版社的总编辑有机会接触到，所以他就问我说，那是不是可以出书了？你就说好啊，没有莫按简单，莫按简单。我其实应该动家，我处是应该动家。我先跟出版社的主编，我就问说，真的可以吗？应该走 demo， 那应该走 demo。那很多的问号，其实很怀疑自己，但主编就是给我了很大的肯定，就是告诉我说，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要怀疑自己？那我觉得你可以了，你就应该就是告诉大家，你其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是一个机运，一个缘分，所以就出了，刚好在今年出了这本书。哇，好棒哦！我觉得，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第一件事情哦，其实，洞洞英很羡慕会写字的人。洞洞英因为羡慕为写诗感应，因为相信吼，我们都说哇文笔好好，文笔好好，可是这是真的，因为有时候一两句话或是一段的书写，那个我觉得不是只有力量，你会在里面看到太多的图像跟你的画面跟想象，你就会好像走得对了感应又很好都感应是对了对了件事情又很好都很好庆改。了解，这个不是用讲的这么简单。你说口才很好，口条很好，你走得好好的表达事情，你知道那个有时候一两个字的那个形容，你知道那个深刻的程度会超出你的想象。对，所以这应该是大部分人都羡慕可以走得遐思感应哈。不过都爱用改下分享改故事地图，而且都也是可以看到一心的个性哈，真的是比较是就像你讲的好内向、好害羞。不过给所有改情感、所有浓厚的东西都在温死地图，然后今天跟大家来做分享。应该通常就是躲在摄影机后面的那一种类型的人啦哈。不过这个出版的过程听说很辛苦，其实。对，很辛苦。那不过我觉得就是秉持着客家人的昂扬的精神，对，因为我其实有正职的工作，那也是上班8小时，但是又要在下班后的时间把这些文章全部挤出来，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半以上其实是新的作品，或者可能是旧的篇章，但也几乎是全部改写，因为你要再重新修整。对，而且很多东西回去看以前的东西，会觉得没那么好，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几乎都是一半以上的重写，所以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那就是真的是应景精神。我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要把它做好做完。对，所以这半年大概筹备期是半年左右，就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这本书上面。那这半年有水动少吗？睡得很少，会不会？因为还有上班。有，是这睡得蛮少的，对，因为真的就是晚上会熬夜写作，但现在很开心吧？当然，好像是一个小朋友不应涌出来一个感觉，你有没有一种有就是梦那种美梦实现的感觉？对啊，因为小时候会跟爸妈说，虽然我很喜欢写字，但其实很难说出口，说我想要当作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对，所以今天有机会就是可以自己说出“那嘿给走嘎”，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我自己蛮骄傲的。我明白这种感觉，就很多人会说：“你好，我是一个演员。”
对，就是你把这当成它是一个专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哇吼！今天真是动翻伊昨天绕墙艺兴咧，到节目地图绕大家咧分享，其实地图有非常多嘅故事，其实地图有阿婆嘅故事，有阿公嘅故事，有其他嘅故事，爸爸妈妈嘅爸爸妈妈嘅故事，好棒哦！爸爸妈妈知道他们的故事在里面吼，知道，他们有看。有哈，呢條全有群，家己都看過之後有認同冇，就你寫嘅部分。呢條群度，乜完全冇往外講。嘿，到現在嗎？沒有，到了都冇講。冇講。所以這種感覺是這樣嗎？就說，好，然後說下一來是就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我覺得這很像，就是你看我們兩個。是不是？就是有愛不敢講，就是藏在心裡面這樣。好，其實地圖其實有當多的故事想，然後大家都分享，所以我先請大家先聊一下，啉下茶，你等下張總來講地圖嘛個精彩的故事。东方宇宙的绕墙道两本书嘅作家方日新呢度节目地图啦，大家咧分享今生嘅第一本嘅新书吼。读社团节目其实已经非常的谦和，佢也当谦虚讲啊，冇想到基本呢做得用作家嘅身份啦，大家咧见面。不过，而且都这个是一个第一本我。读一心的这个告摊地图，然后公共来世界，然后给到打嘴部，我会觉得很期待一心的第一本、第三本，哦，也希望接着可以有一些长篇小说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而且。南地动辛苦，可是我也好怕他放弃哦，所以还是要持续的努力。不过讲到两篇哈，两本书可以非常有意思。两本书地图又分到上下片种3个篇章，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哪3个篇章，而且是怎么样来做分类？这本书我就是特别设计了3个篇章。那第一个篇章叫做"如果魔法消失了"，然后第二个篇章叫做"一切无有定向"。这个题目太特别了，我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第3个篇章就是书名就是倒退走在余晖里。那第一个篇章其实是讲比较多是我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就是而且它题目大家再讲一遍哦，如果魔法消失了，对不对？对，如果魔法消失了，是我看到的外在的世界或者其他的人、身边的朋友等等。那会叫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是有魔法的，你有一些自己特别的能力，但很多人常常会因为社会框架、生活压力，或者因为别人希望你做这件事情，然后慢慢就忘记自己最原本的样子。所以那一篇其实就是特别在讲这件事情，去描述说我看待外界的世界是这个状况。那再回过头来，在第2章的时候讲到的是一切无有定向。真的很难理解嘞，一切没有定向，无有定向。对，你看跟第一篇我就觉得哇落差很大哎。对，这其实就是回过头来讲我自己。那一切无有定向这个很难解释，但它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所有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是不是很哲学？动展好，好，我分享一下。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像大家看我，很多人就会觉得，因为我比较中性，那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就甚至小朋友会问说，范老师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就为什么每个人一定要是某一种样子？那一切无有定向，它来自一个佛教的用语。他其实就是当初在讲佛教说，我不知道大家跟观音像熟不熟？观音以前是王子，他是男生，所以在几千年前的佛像，就是大家看到那个佛像神像的观音，他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然后袒胸露背的男生，是一个王子。那只是一直演变到现在，大家就会看到观音也有女生的样子。就是会有点胸部，然后看起来是慈母的形象，但是以佛教来说，神的样子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是我们觉得它是什么，然后我们造佛像的人就把它刻成什么。
对，所以就是回过头来，第2篇章写比较多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去框架它。那这些框架其实都来自于你怎么观看自己，你怎么观看他人。所以这是第2个篇章我想要谈的事情。我觉得第2个篇章让我感触也真的非常深哈。其实我觉得你看，等下也没写温室感力表，我们可能刚才短短的一段话，但是你可以深刻的在这边就知道，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复杂，但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是走在透过温室都看到我们好多的想法，因为现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社会的期许底下，社会该期待之下，任何样子都是他要，但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小朋友，我们讲华人社会，好像你挺所以好好读书，对不对？我们没有觉得读书是对或是错，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活在这种期待底下？如果以读书来说的话，就是你是不是这个读书要到什么程度？这是有一种社会对你的期待，社会对你期待背后另外一个就是框架，框架在下一层就是它有可能不口内会变成一种你该捆绑。我举例，我觉得外貌也是啊，你应该要长怎么样？台大某记得哈，你下改忠孝东路韩国全部都会简信封到医美诊所，系咪？台湾行也是可能是餐厅到服饰店，你等下行都改变那个医美诊所，你是数不清的。我觉得下赌下唔能讲丑，然后唔丑。我觉得台大赌走自己喜欢的样子，你做你自己舒服的样子。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但是有时候你去做一些事情，不一定是自己最舒服，因为你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对，没错，对不对？就爸爸妈妈就会讲，因为走性上，做老师才好。但我就是觉得，你们家真的蛮客家的，我想写作，对，我不想要当老师。可是你要怎么去跟爸爸妈妈做 emotion 会走性上？说不出口。那所以其实很多的内容，我就是趁这本书把它写进去。难怪爸爸妈妈看完之后合下来，没有啦，开玩笑。可是意思是，我相信他们内心是认同的。对不对？是肯定的，了解。第3篇，第3篇叫做“倒退走在余晖里”。那这一篇就是前面讲完了外面的世界，回来讲我自己，然后最后一篇其实就是想要讲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爸爸妈妈、家人。因为我觉得家人永远是对自己影响很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对他们养育我们，他们跟着我们长大，然后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这里面就是讲了很多跟家人有关的事情。那为什么叫倒退走在余晖里呢？这其实刚好有一篇同名的文章，那一篇其实就是在讲的是爸爸。那想知道故事？就是在讲说爸爸其实一直在变老。但是在这个变老的过程中，他又好像是一个倒退的感觉，因为他在变老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像小孩。个性啊，或者很多的观看世界的方式，甚至他开始不会用手机。以前他教我们写字，他教我们用东西，但是现在变成我们回去教他们怎么用手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在前进，但其实又是在倒退的过程。所以我在写一个我看着爸爸变老，但又变成小朋友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很感人。对，我觉得。这就是你上堂节目一开始讲到的，你看你身份地图非常世界事情，这是你对某行人的观察，就系讲对朋友的观察。你简单几句要讲到爸爸两件事情，可是大家有想到吗？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人生的一种立场，因为对佢来讲，爸爸是系。尤其到客家家庭吼，大家都对阿爸那种个幸福，去走在讲无下改的那个支持的那个柱子，对不对？以前我照看你们长大，我有没有照看你都台家变大人变台宁，所以我其实肩上扛了很多，但现在其实对结果你们茁壮了。我群爸爸就像机械师哦，你下机械师哦，系啊，我每天就是看着他照顾他，然后帮他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教他很多新的东西。对，不过感觉上也是很好的一个互动哦。是啦，对呀。那这里面还是有妈妈的故事，也是有妈妈的故事。对，就是写了很多跟家人有关。那其中其实也有写到就是阿公阿婆。那我觉得这个阿公阿婆这边特别的有意思哎。对，
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养一头兽是吗？还是养一头兽？还是化虫？对不对？化虫就是在讲阿婆。化虫还得留下时法后改法，冲改冲，法冲。你要不要分享这个故事？太有趣了。这个故事我自己觉得很像，它有一点像奇幻小说，所以，但又其实是我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个化虫是因为阿公阿婆两下全摸脆的，摸脆嘞。那阿婆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先走一步了，只是刚好就是阿爸结婚的时候，我的阿爸没结婚的时候呢，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阿梅的婚礼身上，就一直有一只绿色的草蜢在身上，然后就这样跟随着一整天。那一天这样一整天下来，原本大家都没有发现，然后后来回头检视那个婚礼的照片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哇，怎么会有一只虫这么神奇，就这样跟着一整天，小小的，而且结婚还会放鞭炮，然后那么多人挤在一起，那只虫怎么样都不走。那我们后来就不知道哪里来突如其来的念头，就觉得那是不是阿婆？那是不是阿婆在跟着我们，然后看着这件就是很圆满的事情，她也从头到尾参与了一遍。那我当然里面加上了一些自己的想象，就是我觉得在。经过要准备回家的时候，鞭炮大响，那个瞬间就是会有一些鞭炮的烟硝味，我就觉得我闻到阿婆在厨房里面那一种炒客家料的那种油油的味道，那种大火炒料的味道。那就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想象，那也是传达出了我对阿婆的思念。你以前有跟阿婆相处过蛮长的时间，一冲改西见吗？其实跟阿公阿婆都在小时候，都在周末的时候，其实都会回苗栗跟他们相处，所以感情都还不错。那阿婆真的很疼我们。阿婆也很会做客家菜，什么？对，而且地图下都有阿婆的粽子，对不对？对，那个油香冻喉式。应该比较接近北部粽哈，北部粽，因为现在会有南部粽跟北部粽的一个讨论，所以而且是客家粽嘛吼，对，因为我们会被讲客家粽是然后油盆爆起来，但不一样好吗？就是立体的油饭，我们不是好吗？油盆对不对？油饼。麻油我们没有，但又不用菜补，好吗？我们那个香是有粽叶香，那个口感没强了，对不对？我觉得客家粽的香味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其他粽子没办法取代。对啊，而且它直朴的，可是它那种味道是你觉得怎么有这么清新的一个清新感，总感木头。对不对？你看我是多么的坚持支持阿家粽，对，没错。我总在接受台家讲啊，嘿，该当油盆爆落去，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是讲真的，因为来冲谁写个粽叶，就是那个咖啡色的粽叶，不是绿色。我们家啦，我们家也是，对不对？然后就只有阿婆会爆那一种，对，只有阿婆会爆该种，然后每一颗都粒粒分明，然后又油的，然后又香，然后对不对？简淡，可是那个味道很难取代。好，没错。等下树地都是走在看到安阳盖故事哈，树地还有东精彩的故事哦，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么讲？东方伊就在绕墙道里来做家房子先，在度聊评论小家己家提一本新书吼，上趟节目讲到阿婆的故事，还想听阿公的故事。对，里面其实也有讲到阿公没有错。那特别有一篇就是在讲神的转译者，对，那篇就有特别写到阿公，因为以前就和大家没有岭南这种该篇，然后每年都会去大庙，那都是阿公去做这件事情。每年会去帮全家人就是求平安符啊，然后安太岁什么的。那这些事情在阿公不在了之后，发现哇，没有人会做了。我曾经有这个忧虑我曾经想过就是你总觉得反正你从小到大不 have you， 你总爱用台事情，可是你认真想，你自己应该不会去做这件事。你好啊，对，爱美熊，爱可能不会做那件事情。我就想，那以后谁做这些事？对，
哦，这件事让我很焦虑，还要点光明灯，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写下来了。对，你知道点光明灯，就对每年家人都去点光明灯，说，哎呀，你这个出生年月日，我帮你点个光明灯，点个共鸣灯。我还信更多，我真的有想，我想以后这些人如果离开，谁去点光明灯？对呀，因为我好像不会去点光明灯。对，就是这个忧虑，所以我就也趁这个时候把它写下来，那就是写下以前都是阿公在帮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阿公是神的转译者。他帮我和神明之间是一个桥梁，不然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跟神明沟通。对，那阿公离开之后，就是我就觉得幸好我有写下这些事情。那哪天我真的忘记了，也许就是这本书还会帮我记着，原来每年还要去点光明灯。对啊，那里面就是有特别写到，其实阿公都会去帮我们求平安符，然后还会特别准备那个麻稠的水。然后我觉得麻稠也是非常客家人的味道，对。那每次想到这些事情，就是脑海里都还会想起那个麻稠的味道，对。那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只要有这些事情在发生，那不用科学根据，他们只要出现，我就会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心的象征。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好，因为其实我几个感受动庆，我觉得我好像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像我们家头摆用摆天公。头摆不好摆天公改时节非常的盛大，我们家那个桌子的摆法贡品旁边要放脸盆，对不对？有面泡有水，而且拜的时候是非常诚心哦。爸爸还要讲很多一种好像我不知道，就是你在用客语种什么新民百腔什么 whatever 该走的东西哦，费用还都想说这在念什么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什么咒语什么的。我其实已经没有经历这件事情非常多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这件事情在那时候，随着我父亲的过世，天天改爸爸改磨脆，两件事情就画上句号了。因为即便是分家在了其他的家人身上，他们再也不会像当时改爸爸和脆改时间做的这么的隆重。每天晚上每一年的时辰一到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台尬就要安用来摆天公哈港宁。我觉得但起来安用宁，其实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凝聚。你明白我的意思？对，那是我们人跟人的凝聚，而且供桌上面会摆着你等一下要吃的那一个零食，因为那是你挑的。对，你给我连下读猫嘞，我突然觉得很感伤。等一下，我理解，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让我觉得我说很好入口，但是你又觉得动静轨改提风，因为它都是你生活的痕迹，也是我在 open 的时候一开始快冲改时间供给我。所以我才会要鼓励，就是我觉得很珍贵，所以艺兴一定要好好的继续写作哈。接着，因为第不读 Kim 嘅题目被讲，我有想要去讨论讲，接着要不要写长篇小说？但是因为我手上还有这个卡拉 OK， 我还现在忙还等还乜嘅，老树又关我听还等下，但真的继续哈。因为我觉得跟艺兴聊天太有趣了。我先来问一下，这是你出的第一本书嘛？对不对？算实体书。如果未来就是2选1，实体书跟电子书，你怎么想象这件事情？哇，很难吧？很难。快问快答就是要快答。但我其实自己现在都买电子书，可是实体书，我跟你说，我家里也是电子书啊，不过还没电子书这么重。以前出国还要带一本包包动冲，一本挺挺，然后你带那一本到那边心情不一样就不想看了。对，有时候会带2本。对，电子书里面多少有很多本，但这不一样。我觉得这不一样，这就是拿在手上是个有温度的东西。对，摸恐龙。对，小孩才做选择。对我都要。来，听一听。写作的时候会听音乐吗？还是你会做？会，一直听。我很需要听音乐。会选用音录音改进哦。全部都听，我什么都听，我不挑食。但是你需要有。对。OK。所以我旁边如果放的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也没走带，也可以。哎呦，那我就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好，哇，很棒。OK， 天然提上天吼，你终于写完一篇稿子之后，我们先不要管它是不是 final 的稿子，哈，先莫管系咩水尾。你一般来讲，提起上会做嘅事情会系嘛嘅？比如讲，写完第一件事情，对。睡觉、睡摸、洗盘什么的，你看通常一写完，我就会对开心的去吃东西。哇，真的很棒的事情，动长的事情哎，因为吃很美好啊，很美好。终于完成，我现在要去吃。我很务实，所以你就会去吃东西，我就会快乐的找想要吃的东西吃。
因为我真的要写稿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很长一段时间就在书桌前了，所以也许有可能这3-4个小时我都没有进食喝水。哇哦，那去吃东西有什么特别的一定要吃的吗？没有，一样跟听音乐不挑食。是因为比如上来你膝盖一改，培修医师被讲，他一定要握一个少感奶茶。真的，我觉得没有对，就是很有趣。有一种说，我一定要喝可乐，我说喝可乐，你知道怎么？你看很不一样，对不对？好，咋个嘞？如果你曾经有说觉得写作写东西是像是一种魔法，然后讲巫术，还讲基本有机会，就得再学习一项魔法。你觉得你会想要是什么魔法？再学习一项魔法。你幻想一下，如果你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面，你觉得哇，你会想要拥有的是什么魔法？不一定是里面，就是你觉得那是什么？我会很希望可以有隐形的能力。哎呦，隐形斗篷。对，有隐形的能力。为何？因为我太害怕跟人接触了。我好希望大家不要看到我。你今天好可怜，坐在这里。记不动脆狗汤，错两瓶，因为我确实流讲之前一直看到给非常感紧张，是因为你现在还好吗？现在还好啦，现在还可以稳住它走的。对，因为你该不会录影完毕之后就要去吃饭吧？要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要，这一定要。哇，你看啊，可是我觉得隐形斗篷真的很棒哎，很棒，我觉得可以做很多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对，可以去一些你原本可能很害怕去或靠近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延伸点应该是你平常很怕去什么地方？很怕搭捷运、搭公车。哇，我觉得有隐形斗篷，我就可以安心的搭捷运、搭公车。可是捷运跟公车应该已经算很安全的地方。我的安全不是指人身安全，我的意思，因为旁边顺溜堵很陌生人，你其实可以不用50到几多拱位，你不需要 eye contact 看到几多，你摸细到拱位，你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对，我没有很喜欢跟大家挤在一起。所以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对。所以你也不喜欢逛街哈，因为是 on 盖从因为 on 盖动你。对。那你搭飞机可以吗？搭飞机可以。哦，那你也不能去太多人的观光景点呢。不行。例如罗马啊，或者是什么米兰的什么大教堂，该给他总得因为动你，所以你不能看教堂哎。不行。快给他一个隐形斗篷，不然他怎么去看教堂？对，我就会觉得我有隐形斗篷的时候，我就可以安心的去逛街。对，我觉得很有趣。动事情你看，大家谁改其实冇改，你应该春菜跟风序都冇强容哈。所以汤公你是喜欢出门旅游的人，对，对，好了，那你出门玩必备的3样东西，或是你都去哪里玩才会没有人？必备的3样东西，手机啊，听错呀，手机一定要，手机，然后钱倒是不一定要，现在可以手机支付了，然后我一定会再带纸和笔3件。你看，像小孩聊动为动羡慕，都会下神，你就觉得好浪漫哦，急到逼有没有？那我们可能第二个带，我想说，我可能会带个水壶，那种东西啦，你看很棒哈。我们够讲到两篇哈，接着就是以散文为主，但是你尝试着写短篇小说，现在。对，有在练习，就是我觉得写作也是要一直去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新的尝试，才有办法一直进步。好，最末改1分钟，你终于要解脱了，1分钟快录完了。一个读者给你不你最亲切改回馈，然后哪里可以买书，哪里走得卖书。我其实收到很多读者跟我说，这本书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安慰。那光听到这句话，我自己就觉得很安慰。就像我刚刚其实分享了很多的生活里的小故事，那有一些读者在读完之后也发现，这些小故事跟自己是有共鸣的。那这样的共鸣让他们觉得自己也被理解，那自己原来也可能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哇，他们的心情有人懂。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回馈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感人。那就是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就是可以到各大通路去买到这本书，读一下，也许也可以从里面找到属于你们的共鸣。那目前在实体通路、电子网络的商城、成品啊、博客来等等都可以买到。
好棒哦，董事长的哦，今天非常感谢一心来到节目底部了，大家来分享你该提这本书，而且真的非常恭喜你，非常恭喜你，很棒，谢谢，就是继续在水梦大家。好，天天下来咧，除了以卖数之外咧，大家共下在做人头。要将大家來到不起來呢個民宿傾集，還有添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